12年之後，意大利都係打唔入世界盃，呢個唔係一個愚人節笑話。至於意大利嘅表現係唔係，咁就等你哋自己判斷啦。意大利對波斯尼亞嘅比賽，世界盃決賽周前嘅最後一道門，到底意粉係乜嘢地方出現咗問題呢？佢哋明明有住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開局，喺第15分鐘，巴利拿成功接到對手門將嘅犯錯助攻堅恩，意大利前鋒充滿信心，第一時間起腳先開紀錄。喺過去嘅意大利，呢個入波已經幾乎等於同勝利畫上等號，而比賽嘅走向本來亦都應該係咁噶。波斯尼亞亦都確實揾唔到乜嘢破門嘅良方，只可惜一子錯滿盤皆落索。足球就係咁殘忍嘅遊戲，簡單嘅來回球、腦筋上面嘅錯誤，國際米蘭後衛巴斯東尼魯莽嘅落腳，結果40分鐘，意大利打少一個，亦都就係咁樣失去咗比賽嘅主導權。但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引子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呢個係意大利過去最強嘅一點。但今場比賽表現唔到出嚟，隨住波斯尼亞嘅大軍壓上，其實意大利有更多嘅機會拉開紀錄，但係堅恩嘅單刀一飛沖天，迪馬高又求其一腳，意大利亦都因為咁冇辦法殺死比賽。相反，波斯尼亞嘅角色就同佢哋調換咗，成隊意大利只係得翻龍馬喺度力挽狂瀾，可惜救得一次救唔到第二次。波斯尼亞79分鐘追平，去到86分鐘嘅時候幾乎絕殺，要不是當拿龍馬，只可惜門將嘅努力亦都只不過係幫助意大利苟延殘喘。加時階段，幸運女神都冇企喺意大利嘅一方。103分鐘，波斯尼亞走甩紅牌，而比賽亦都就係咁樣去到12碼嘅階段。主場出擊嘅波斯尼亞幾乎已經冇嘢好驚，正因為咁就更加睇得出心理上面嘅分別。波斯尼亞4射4中，意大利第一輪先有艾斯普切圖嘅飛機，第3輪輪到伊斯坦的狂抽中楣，最終喺輸俾自己嘅情況下斷送大好江山。意大利亦都就係咁樣成為咗歷史上首支連續3次無緣世界盃決賽圈嘅前冠軍球隊啦。